我係鄭子賢。喺2歲嘅時候，我爹哋媽咪就發現我呢個驚人嘅指力，連我啲 friend 都甘拜下風。你好 friend 嘅咩？你冇理。就喺呢個3歲嘅時候，我已經開始呢個地獄式嘅訓練。我叫張浩南，我3歲開始學鋼琴，5歲攞到8級鋼琴，10歲已經俾英國音樂皇家學院隔離間社區中心出嚟。由細到大，所有嘅老師對我嘅評價都係驚人嘅一致，一個字：歎為觀止。所以我夠膽講，我手指嘅力量同埋速度都係無人能比嘅。經過17年嘅呢個訓練同埋修練之後，我覺得彈琴唔係淨係用手指，更加應該係4個字：心。只要用心彈琴，先可以達至到心琴合一嘅境界。你知唔知啊？17年啊，17年嘅訓練，你知有幾長啊？唔好意思，可唔可以借個計數機？係，唔該唔該。148920個鐘，正因為喺咁多個鐘裏面，成就咗我3000 per second 嘅手速。張浩南，聞所未聞，細路仔玩泥沙，等我教佢點彈琴啦。謝天，你睇住嚟，我而家用1蚊挑離機。